不好意思啊，你脚怎么伸这么长呢啊？哎，我这么大个人坐着，你看不见吗？还我脚伸这么长，我真没看见啊，不好意思。你是不是新来的呀？怎么了？来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到饭点了，下去给我打份饭上来。不是你自己没长手没长脚，还我给你打饭啊？我可是真的人事经理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想巴结我都巴结不上的，赶紧下去给我打饭。不是你们平时就在公司这么对待新员工的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在这里可是有后台的，得罪我，你没好果子吃。我跟你说，还没好果子吃。我告诉你啊，员工来到这个地方是来上班的，不是来听你使唤，更不是来伺候你的啊！你走后门进来的呀，以前没见过你，你还人事部经理。我就是走后门进来的，我表妹可是认识厂长2把手呢。表妹，王厂长。对呀，来，赶紧把你表妹给我叫过来，来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叫她过来开除你。行，一会儿看谁开除谁，来，赶紧叫过来，来。表妹，赶紧到我这里来，这里有个臭男人，他欺负我，赶紧过来给我撑腰。对，快点啊！好，我等你。我啥时候欺负你了？你挺会颠倒黑白的。哎，表姐，什么情况？就是他，就这个臭男人。哎，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我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刚回来呀！啊！哎呀，咋没说一声安排司机去接一下你啊？啊，我要安排司机让你来接我啊！表妹是老板嘛？你什么情况？一回来就是老板。老板，对不起，刚才多有得罪，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，对不起了。行，那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这是你表妹是吧？这我表姐啊。表姐是吧？啊，我不管表妹也好，表姐也好啊，让她上个几天班啊，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，滚蛋！哎呀，老板，再怎么样，她也是我表姐，是不是？我在这里跟了你这么多年。你多少也卖我一点面子，不要为了这么点小事生气，好不好？我卖什么面子啊？刚上任没几天，你就连升3级，让他当人事部经理啊？当人事部经理啊，也不是说不可以，能力人品可以胜任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干的人事吗？啊，人家新员工啊，天天让别人跟他去打饭啊，自己没长手没长脚，不打饭他想开除别人啊。如果就让他在这儿搞人事部经理啊，我员工得受多大的气啊？哎呀，老板，打饭嘛，个小事情，值得这么生气吗？再说了，反正你也平时闲着就是闲着。再说你不也是没打吗？我是没打啊，我不是说我，问题的核心在于他在欺负员工，他在以前压人，知道吧？我原本以为你表姐是不是啊，初入社会是吧，不懂这些事儿。你一个厂长，你在外面是吧，也见过世面的人啊，你怎么思想格局跟他一样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好吧？看了一下，你们俩就这品行啊，也德不配位了啊！现在正式通知你们俩啊，正式被我开除了啊！赶紧都给我走！什么？老板，我好歹也跟你干了5、6年了，没有功劳也苦劳吧？今天就为了这么点小事，不但要开除我表姐，还要开除我，像你这样做